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就先进的国防技术共享达成联合协议，被称为 IUUKUS 的欧美英三方协议还涵盖一个和防疫基础设施合作议题。这三方小组将使各国更容易分享人工智能、网络、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关键技术领域的信息和知识。据报道，朝鲜近日铁路机动导弹团首度公开，以火车担任载具，执行朝日本海试射2枚飞导弹的任务。朝鲜宣布已精确击中了800公里外的一个海上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导弹实验是在美韩外交官在东京举行的朝鲜峰会之后进行。联合国警告人工智能科技对人权存在威胁，并呼吁各国在保护措施到位之前暂停使用具有潜在高风险的脸部识别技术等人工智能系统。此前有报道称，中国正在测试面部识别和人工智能相机系统，以检测东突厥散维吾尔穆斯林的情绪。联合国的报告没有提到国名，但是提到了中国的做法。欧洲议会通过了决议草案，预计不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建立的政府，而是建立针对人道主义局势的行动关系。欧洲议会法案中强调，他不承认塔利班建立的政府，并对该国的未来表示强烈担忧。哈萨克斯坦正在讨论一项关于社交媒体公司的法案。如果该法案获得通过，社交媒体和信息公司将被要求在该国设有代表。一个得到美国支持的维吾尔图片展周四在瑞士开幕，失踪者之墙树立在日内瓦联合国大楼的外面。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为期1个月的会议于本周在这里开幕。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告诉路透社，美国为这次的展览提供了财政资助。9月15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发布会上宣布将帮助澳大利亚获得核潜艇。会上，拜登似乎是忘记了澳大利亚总理的名字。谢谢鲍里斯，我要感谢。拜登说到这里，尴尬地停顿了一下，然后转身指着右边的屏幕，上面显示着远在澳大利亚的莫里森先生的笑脸。